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2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第29章第1节到12节，雅各书第3章第13节到第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上面来的。牧师在读高中的时候，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学校的学长，他考了几年的联考，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有一年在将近联考的时候，他可能心情不好，就在晚上呢，他就外出到他们家附近的台南民族路夜市去闲逛。就逛着逛着，后来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喊着他说：“少年人啊，你心情不好哦。”他就回头一看，看到一位相命仙正面对着他，他就回答说：“是啊，这个联考快到了。”然后就看到那一位相命仙掐指一算，然后就说：“哦，你今年一定可以考上。”哦，这个学长听到了就非常的振奋，就问说：“真的吗？”这相命仙接着又说：“啊，是的，是的，你好好把握最后的准备机会，放松心情，一定能够考上。”这位学长真的在当年的联考分数呢考得不错，考进了自己理想的学校。后来他就回来夜市准备找这位相命仙来答谢。那个时候他才发现，他是一位眼盲的人。那我们想到说，这是人的命运吗？这个是相命仙有能力洞知未来吗？当然不是。一个眼盲的相命仙，他耳力可能特别的敏感，并且有可能他在夜市这样子这么久的时间，他阅人无数，他大概能够从人的脚步声听出一个人的心情吧。至于考试的成绩考得好不好，并不是相命仙能够改运，或是所谓的命运能够被操控的。以赛亚书第29章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命运。这里在讲的命运，跟我们前面在提的这种相命仙的占卜，或是他是否能够改运的，是不一样的。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耶路撒冷的命运，是因为被视为上帝祭坛的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祭坛是每一年都要献祭，所以年复一年，按照节期都有献祭，也都执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祭典。虽然如此，但是仍然是哀鸿遍野。为什么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甚至上帝的祭坛就是耶路撒冷本身，也要遭殃。大卫驻扎过的城要遭殃。尽管一年一年过去，节期依着次序周而复始，上帝仍要向这称为上帝祭坛的城降灾难，将有呻吟哀嚎的声音，全城要变成一座鲜血淋淋的大祭坛，如同先知弥迦所说的：“
上帝他并不爱献祭或是祭物，他也不喜爱燔祭。上帝只爱人们有着敬畏的心，心里存着公义的心与上帝同行。否则的话，上帝必然以人的行为来作为审核的标准。以赛亚说，上帝要围住这城，围攻他，攻击他。耶路撒冷的人不敢作声，蹲在地上，憋着喉咙讲话，像鬼从地底下讲话一样。耶路撒冷啊，所有攻击你的仇敌都要像灰尘一样被吹散。他们令人恐惧的军队要像比康一样被风刮走。忽然，出乎意料之外的，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用猛烈的雷轰和地震，要差遣巨响、暴风和烈火来拯救你，然后来攻击上帝祭坛的各国军队都要溃散。他们的武器和军备都像梦，像夜间和幻象一样的消失，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军队，要像一个快饿死的人，在梦中大觉，醒来的时候仍然饥饿。他们像快渴死的人，在梦中大渴，醒来的时候依旧干渴。为什么会如此呢？难道上帝没有慈悲？难道上帝不爱世人？当然不是。上帝是满有慈爱、丰盛恩典又不快生气的人。他必赐下救恩，让所有愿意悔改认罪的人得到救恩。但若是他的警告不被接受的话，他就必按照人的作为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人的生命、人的命运将会是如何？我们会怎么样知道呢？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有这样说：你们继续做愚蠢的事吧，继续盲目吧。你们还没有喝酒，就已经醉倒；滴酒不沾，已经摇摇摆摆。上主使你们昏昏欲睡，他关闭你们的眼睛。先知应该是人民的眼目，但是上帝遮蔽了他们的眼睛。所有意象的意义都对你们隐藏起来了，像是一本封闭着的书卷。你们拿着这个书卷去请饱学之士读，他一定告诉你他不能读，因为这书卷是封闭着的。你们请目不识丁的人读，他会告诉你他不会读。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智慧，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雅各书说：你们当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既然你们心里有恶毒的嫉妒和自私，你们就不可以自夸，不可以撒谎敌对真理。你们所谓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世，是情欲，是魔鬼的。凡是有嫉妒和自私的人的地方，
就有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第一是纯洁，其次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着仁慈，能结出丰盛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属世的智慧，而是从上面所赐下的智慧与能力。因为只有从上面来的智慧，才能让我们明白上帝的预言，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才能胜过这世间的困境和困难。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要赞美上主，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喜欢遵行上主诫命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他的子孙在地上总会强盛，他的家族富裕繁荣，他的义行存到永远。有光在黑暗中照耀着正直人，照耀着慈爱、怜悯、公义的人。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他以诚实经营业务，义人永不失败，他永远不被遗忘，他不因坏消息惊慌，他的心坚定，一心信靠上主，他不忧不惊，他确信会看见仇敌的衰败。他慷慨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永存，他将强盛，受人敬重。靠着从上面来的恩典，我们必定要能够得救；靠着上面赐下的能力，我们必要能得胜。感谢上帝赐下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苦难和挑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